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7日，诗篇104篇13节安尼讲：你对天顶的宫殿用水灌压山岭，对你所做的效果，地得着富足。三角来祈祷，用水灌压山岭，互地得着富足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你设立日月星辰，你立定大地根基，你铺设大海穹苍。主啊，对永远、对极起头，描世界的大生，原就已经受设立。主啊，大山未定着，小山未有的大生，你就已经生远。主啊，对伫你的创造，阮的心中充满感恩甲懊恼。阮感谢你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因为这中间充满了你无限的智慧甲神业。主啊，因为伫你全能圣手，你对天顶的宫殿用水灌压山岭，对你的所做，地得着富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